OK， 所有人集中。OK， 好 ，ready。Go！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再嚟1、2、3、4、5、喐身多啲。8、9、10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開大啲。攞前跌。到，我唔得，好痹隻腳，腰抽筋啊！做咩今日咁痹啊隻腳？放鬆。我哋啱啱成績係幾多啊？時間係我睇到，係啦，係慢嘅。如果計距離時間，148。1分48。係啊。咁唔係快咗咩？不過咁多位，我哋食完呢一種，一定攞總冠軍。星期5睇我哋發揮啦！我哋贏咗冠軍之後，點食都唔水腫。腫口腫面都好，最緊要嘅手有力。嗱，食粽呢啲嘢邊有咁多正宗唔正宗啊？最緊要我係攞冠軍。Sport 爆發我哋嘅潛能啦！食完19號一定唔會腫，攞埋冠軍！友誼賽第1次召集，我覺得廣播好有 feel， 令我呢個戰魂啊重燃起嚟啊！你哋有冇爭勝嘅決心？有啊。喂，齊啲。 3、2、1，有。好，早晨，所有嘅隊員。早晨。今日啦，真係做一個叫做成績表啦。最後出嚟嘅成績係幾多咧？係你哋過去嘅練習得出嚟嘅一個結果。全日嘅比賽最緊要係一條心。前面阿哥頓同埋阿 Carl 係啦，兩個咧帶住嗰個頻率節奏。咁我哋後邊咧就係一路 support 住佢哋去做呢樣嘢。每一個坐位1、2、3、4、5都係好緊要。所有嘢我鼓手、舵手，仲有 B Sir 坐喺度，其實就幫緊你哋去協調晒所有嘢。你哋好放心去做你哋做嘅嘢得㗎啦。好 OK？ OK。1、2、3。Spotlight Let's go！ 加油啊！第3線 sport， 加油！終點嘅，攞終點嘅，頂住啊！頒獎台等，係勝利嘅節奏。喂，嚟啊！我 feel 到啊！係啊，係呢個。我今日啲水同我哋好 friend， 我 feel 到。入咗領先 ，Go！ 抽爽啲一齊。齊啲！好邊啊！作戰啦嚇，翻返嚟。Are you ready? Yes！ 第10場小明邀請賽，1號線閃耀龍舟隊，第2線大舞台，第3線攝台。你哋嚟到係做啲乜嘢？攞冠軍！好，準備，Attention！三
2，我哋真係攞獎啦！真係攞獎，掂咗啦！正啦正啦！喂，我想講你哋嘅起步真係做得好靚，真係衝咗出嚟嘅，good job，good job，good job guys！而家你哋要去咩嘅比賽啊？金杯！3、2、1，金咁但係佢哋去到最後100米咧，反而係仲有力可以加到上去，好齊整，好有力嘅。今日隻手完全唔攰啊！花到最後50米仲有力啊！今日係 fit 啊！今日真係超 fit。呢個應該俾你啊！帶隊啦，你帶隊啦！又係我 Ian Hans 啊！我又係亞軍啊！幾好啊！1、2、3。咁大家都共同進退去做呢樣嘢嘅時候咧，又好有呢個熱誠啊，好有嗰團火，即係我好中意呢樣嘢啦。第一場我哋任務完成，下一場金杯賽我哋 Let's go！今場咧總決賽咧係所有隊伍咧都好勁嘅 ，OK， 好有實力嘅一啲嘅以往好有經驗，包括我哋係啦。到時咧一個起步之後咧，通常佢哋有機會喺我哋前面或者喺左右係好大壓迫感嘅，啊 keep 住爬都係好似喺側邊一邊咁樣，啊有機會我哋會落後咗。咁但係有咁嘅情況咧，唔好自己打亂自己隻腳，啊我哋要保持翻我哋自己嗰個齊整度，知道一次都要做好我哋準確一齊劃水。俾多少少嘅 mark 你哋就係，我哋要快過上一場嘅時間。好 ，OK， 我哋上一場1分33，今次我哋起碼1.33之內，咁你已經超越咗你哋自己㗎啦。冇錯 ，OK， 有冇？有。呢場可能有機會真係你人生最後一次拍紅罩。多謝，最後一次啊！喂，準備好未？準備好。Come on！ 1、2、3。See you。記住，心掌第一刻要兇狠啲去做，係啦，一齊數1、2、3去到30。第7線集中，唔好周圍望。前阿媽 keep 住向前。
希望我哋有個好交代啦，俾我哋完美嘅開始，俾我哋團裝。好，我哋而家同公佈大家頭先攞個名次啊！最終見到你哋得到嘅係第4名啊！大家好，我哋係 Sport。大家記住留意我哋嘅新歌反話。多謝我嘅隊友冇放棄啦，最後一刻都堅持到，因為一個人冇可能撐得喐噶嘛，真係老實講，一定係大家一齊先可以撐得到呢兩個牌翻嚟。其實真係好少機會可以我哋7個人咁團結去完成一件，辛苦晒啊！咁多位，我哋做到我哋預期之外嘅嘢啊！多謝你哋嘅 ，OK， 係啦，多謝你哋。俾個機會我去教你哋㗎啦。好，thank you，㗎啦。咁呢個我哋值得研究嘅。Thank you。喺條城門河再見啦！我哋有緣再見啦！多謝 Sport 嘅所有隊員，佢哋真係好辛苦，係啦，又日曬雨淋，佢每一個當中都好努力，令到佢哋對於龍舟呢一個活動可以多啲掌握，多啲感受，啊，令到佢哋可以中意龍舟呢樣嘢。即係我就應該做啱咗嘢啦咁樣。冇諗過我哋真係贏咗啊！講真，到而家我都仲未有辦法相信啊！冇諗過我哋真係入到金杯賽啊！仲要有名次添啊！所以千祈唔好睇小我哋 Sport 新丁嘅潛力，我哋未來一定掂啊！掂啊！喂，我哋之後仲有上山下海迎接各種嘅挑戰喎。總之我哋 Sport 第一單作超額完成 ，Sport 3。